在凌晨，上水龍琛路一間牛雜店發生驚險持刀對峙事件。一名持雙程證嘅32歲姓劉嘅內地女食客，而因付款問題情緒失控，揮刀對抗警方。據知，依個劉女士係剛由越南玩完之後再嚟港玩嘅，佢係牛雜店食完嘢之後，想用微信支付俾錢，但因手機冇電，無法付款。女店主建議不如現場充電啦，劉女士竟突然情緒失控，衝入廚房攞菜刀和鉸剪出嚟，店內啲人慌忙逃走，佢仲整爛咗老闆個手機，老闆就立即報警。大批警員接報到場嘅時候，劉女士仍然情緒激動，揮刀襲警。警員發射胡椒水，擊中佢嘅前臂，隨後前後包抄將佢制服。網傳片段顯示，劉女士先持長鉸剪夾槍指向警員，之後換長嘅利刀猛砍警員盾牌。現場氣氛緊張，目擊者驚呼連連。案發後，涉事牛雜店嘅八達通收費機、手機被警方檢走作證物，更要暫停用八達通付款。劉女士就手部受傷，清醒後就送去北區醫院治理。姓劉女士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、刑事毀壞及襲擊警務人員3項罪名被扣留調查，案件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隊跟進。